都是相惜的，我没有离开的，因为修办道是一个一个啊一个，虽然在修道过程之中是一个个人内心的世界的一个提升，在行的这方面是一个团结，也是一个和谐。在修办道如果没有团结，没有和谐，那我们要怎么办道？我们要怎么修道？所以修断道一定要你，也要我，也要他。你有他，这个就是一个团体。那我们在末阳的白羊期种子下，我们此生能够来求道，我们能够来修道。就我们在《金刚经》佛祖所讲，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与无量千万佛所种的诸善根。我们今天才有这么的一个缘，能够来到这个人世间里头，我们才能够修办道。修办道是一个平等性质，修办道是一个无心，这个无心也就是一个平等性。那当然，我们刚求道，所以过去我们的前辈者常跟我们说，求道3年，道在眼前；求道6年，道在脑后；那求道9年，道在天边。也就是说，我们的道是我们了解，我这一辈子能够去亲近这么殊胜解脱的大道，当然我们会感觉非常的殊胜，也非常荣幸。但是呢，因为人往往之中就是喜新厌旧，就没有办法恒心。我来做一个比喻，我今天拿了一只3星的一个手机，我刚拿到的时候，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但我这只手机呢，用了3年5年，我可能对我这只手机的保护与爱护它，我就对它慢慢的没有产生一种的一个很珍惜。我可能手机坏掉，我要买一只苹果。人往往之中都往这种欲望一直在求，他不知道说，因为手机的功能只是能够通话，能够联络事情，而不是说我的品牌即使再好，那只手机不能用，那我请问你拿这个品牌要干嘛？那我们问题就讲回来了，我们今天在求道，我们在修道，我们要修解脱道，我们不是在修热闹道，我们不是修道，不是修那一种的党派、意识形态或者兴趣。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一股的热气，就无论是海水或石头未烂，我这一辈子永远的要修办道。就好像以前有一点是所讲的，你这一辈子修道，用爬的你也要爬进去，用跳的你要跳进去，用滚的你也要滚进去。这个意思就是说，道德这么殊胜，无论是你用什么方法，你都要进去。但是呢，我们修了3年，我们修了5年，我们修了10年，我们修了20年，那我们随着时间，我们随着人事的变动，我们随着思想的改变，我们还有没有当时那个初心，那个用滚的滚进去，用跳进去，用爬的爬进去的那一种对道的这么的一个虔诚？我们慢慢来说。那我请问你刚求道的道，跟3年5年的道有没有一样？那肯定说是一样。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这颗心已经变了，你这颗心已经在盘点了。修道，不是道不对。人往往之中，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的执着，随着自己的看法，甚至随着自己的的一个思想，来改变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在整个修办的之中，因为什么人家修的成佛、成菩萨，
为了我们修到最后，我们会支离破碎。我们修到最后，为什么是非会这么多？我们修到最后，为什么离道越来越远？我们为什么修到最后，有的人会破戒，甚至有的人会诽谤道物？过去你刚求道，跟20年、30年的道，不是都是一样吗？为什么会产生落差这么大？因为你的初心，那个初心就是你的什么？你的妙心，那个妙心也就是你的真正的良心本性的发现。但是那个才是我们要追寻的，才是我们要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无上正的正解，那个心的心。但是很可惜，因为我刚才讲，每一个人都会喜新厌旧。我今天买了一个 LV 的皮包，我这个皮包8万块，我这个皮包10万块，我刚拿到，每天都拿这个 LV 的皮包，我拿的哇，好绅士哦，哦，好风光哦，哦，派头好大，我感觉很爱它，很喜欢它，甚至呢，我一天摸它好几次。那我请问，这个 LV 皮包刚买，经过2年、3年、5年、10年，那皮包不是都是一样吗？那我请问，你刚买，跟经过10年、20年，你那个皮包，你会像你当初买的那个心里那么爱它、那么喜欢它、那么照顾它、那么肯定它的心态，有的平衡的去爱它吗？有一天，人家说哦，还有一个比 LV 的皮包更好，更可能你会舍掉你之前这个你很喜欢的这个 LV 皮包，你会再去盘点另外一个，在物质上，在思想上，在欲望上，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懂的。基本上来讲，修道的过程之中，最重要，你要使你这个心，无论心多方，路多长，修多苦，半多难，过程它都能够平等，它能够平衡。所以佛陀才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平等也就是平常心。一个人有效平常心，当你的那个初心，那个妙心，无论你修到几十年，甚至到你解脱那一天，那一天的心完全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因为你不是在用修道用你的工具，要用修道来，要用道来当你的工具，你是要用道来当你的解脱，而不是用道来当你的工具。因为道来当你的工具是一个缘起的形象的东西，一个名相的东西。但是你如果用道来做你解脱的东西，你时时刻刻，你心会在道里头，你心会在清净里头，你心会在平等里头。那这样来讲，你才能够真正修成你要的无上正等正觉。那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一直讲师就是我们合成的一个叫做组长一如讲述，那为我们讲说修道要有当初那个初心，那个初心就是真心。但是呢，我们能够保得住吗？我们还能够安得住吗？我们还能够降得住吗？这个是我们在修办道理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我们这个初心你失去了，你这个初心也就是妙心，你这个初心的妙心已经失去掉了，你所追寻的都是什么？初心，初叫做初尾的初，不是刚出的初，也就是初尾的初。你什么叫做初尾？我心没有在道了，我是道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修道不是在修道，我在修对立道，我在修是非道，我在修
争取斗取得到。那这样来讲，到最后我们会落在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今天在义儒的一个课程之上，那或者在这15分钟里头能够小小分享后学的心得，给各位做一个了解，甚至各位共勉，我们修到真正实时保守那个初心，那个平等心。好，我讲到这里，祝那因为很对不起，因为这一阵子义友圣堂很多的事情，或许有一天都要跑2趟3趟很多工程都一直在进行。那应该今天要好好的在家里跟各位开这个殊胜的体会班。那因为没有办法，昨天一个人来做义友事情，那后学要早上就很早就来看这个环境这是比较对不起各位。那等到后学这个工程有一段落的时候，后学会好好各位大家的这个共勉最后祝各位身体真的健康。好，谢谢各位。感谢父亲慈悲，让我们向父亲来大众请起立，点到鞠躬，昏到鞠躬。我们再一次感谢父亲为我们慈悲开示。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义儒讲师。现在呢，我们义儒讲师后学在。好，那来，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义儒讲师。好，那后学首先感谢天恩师德，我们的副前人、各位顶传师、各位领任、各位处长、组长、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早安！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后学还可以在线上做一个学习了念的机会。那首先感谢天恩师德、祖师的弘慈、2位老大人的大德。何老前人的5大牺牲，一手大仙的护庇咱的真灵、副真灵，甲咱各位点传师的教导，以及各位真贤大德者的护持，后学较有这个学习了念的机会。但是因为好学在所学浅，那当然伫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所不足，有当时会词不达意。那恳请着咱副前人、各位顶传师、各位浅显的慈悲，那后学一个教导，让后学在修班中更能更上一层楼。好学今仔日所学习的讲题，就依着咱道路中心所安排的修办道，勿忘初心。好，咱进入前言后学首先跟各位浅显分享个故事。这个细金庙是伫咧山顶咧，那当然才有带着2个师徒。一开始的话，后学真的有些，对了，怎么了？对不起。好。后学再重一次。咱师尊的祖训安尼甲咱讲，如果会当一直伫咱道场修办，这就是咱累生累世修来的根基甲福缘。所以咱爱更加感恩，好好来把握着这个机会。咱的郑成功大仙嘛，安尼甲咱祖训伊甲咱讲，会当求道爱修3世，开发会咧爱5世。那如果达到清口咧，爱10世。由此可见，咱今仔日会当共同伫道场修办，会使讲是一个足殊胜的因缘。那嘛希望伫即个修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善护着咱的初发心，互咱伫办道这条路愈行愈快，愈行愈光明。好，那后学的进入刚才的故事了。这细金庙是伫咧山顶。
那当然呢，这山顶内底住着一道的师徒。那当透早咧，师傅伊困精神了啊，伊就甲伊小徒儿甲伊讲，咱今仔日要出去做行持托钵，所以讲这小和尚啊，就去准备一个较简单的布盒啊。那当然咧，布盒准备好，伊就派伫家己身躯，然后了对着师傅开始行。那当然，小和尚对着师傅伫遐行的时阵，伊内心啊就开始思考着问题。伊就想讲，人生只有短短数十冬而已。如果无法度好好去修行的话，咱呢有可能哦，会去做着一寡罪过错。那当然做着这罪过错了啊，爱去产生后一届轮回。所以讲，小和尚当下伊就非常的庆幸家己，伊感觉家己个细汉，所以爱趁早较紧来修行。那当然呢，这个老和尚啊，已经修到着阿罗汉的境界，所以讲伊的小徒儿啊，这出发心一出现的话，伊个师傅马上就甲伊徒儿讲来，保护我体，啊你来行后前。那当然呢，这小和尚伫行后前的时阵啊，伊就开始伫咧想啊，伊讲哇，世间的人遮济，啊我一个人要去度化遮济人，安尼一定足辛苦的。啊，算了，我也是独善其身的好。所以当下的师傅啊，他又马上了解，伊就个甲伊的小徒儿讲，来保护你体，对我行得好。那这小徒儿又走在后面的时候，开始又在想说，咱人的心念是安那起起伏伏拢无一定。啊，我捌年啊想要修，但是咧，现在佫无想要修，所以伊毅然而然就决定要下定决心，好好的修办。那各位浅显，其实小故事里面都有大道理。当然，咱世间人拢知影讲爱去恶向善，好好来修道。但是当咱伫修办的时阵，拄着逆境，拄着挫折的时阵，安尼咱就会将咱无坚定这条初发心去把它摧毁掉。那所有的初发心呢，就是咱道场呈现啊，会甲咱教导啦吼。当咱当入道场的时阵呢，咱看到咱前辈者啊，对咱的慈悲，对咱的关心，所以讲咱会感觉足感动的。那而且伫道场当中呢，前辈者不断的讲道理，甲咱开启着咱的良心本性，互咱认识着更加济的真理。所以讲嘛，因为安尼启发着咱修行的初发心，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伫个初发心一开启的时阵，咱一定爱先加去护持。那当然，遮就甲咱讲啊，初发心如果若发展出来时阵，咱就爱开始立志，好好去修道、学道、办道。而且咧，不管以后的环境是好还是歹，甚至去拄着逆境啊、顺境，咱拢爱共款哦，由始至终无改变。所以开始真正护持初发心，啊，这嘛是咱前辈才甲咱讲的啦吼。学道如初，生活有余。如果咱时时刻刻保持着咱同学道这个心志，相信呢，以后当然会当达至甲咱生活一样的阶梯啦吼。好，那接着后续就进入我们的第一点。那第一点就是心弘名利分心。伫个菜根谭内底啊，就是咱的洪志成先生吼，伊的一生修办的经验，所留下一本的经典，叫做《菜根谭》。会使讲这是咱修行者上好的指标啦吼。然后都有一句：玉露上师，不明机变，离高为念子。一念子便入万年。那这句意思就是讲，咱伫个咱的玉班，伫咱事业这条路的时阵，如果咧，咱为着要满足家己的心念玉班，然后咧，咱就减少一些不好的习气，还是行为，甚至一寡负面。那如果一点着这个心念了啊，咱当下咧，咱的正义之心啊，咱就会摧毁掉。甚至咧，会对你万年的亲恩。那接的这句咧，利路上师，不
但依然第三步，一退步便万劫千山。那其实这句话也是跟我们说啊，在道理、在真理这条路，这一件修行的事情啊，那唔通惊困难。因为当咱认为讲这项代志我无这个能力，这项代志做困难的时阵，那我们稍微退一步的话，这一步一退之后啊，咱依着这道理、这真理啊，咱个愈来愈远，甚至都像过着千山万水，这样啊，远的路径都没办法再接近这个道理。好，那相信咱各位浅显呐，都曾经听过侯文勇这位侯医师。那当然，侯医师呢，也是一个名医。那以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你每次看诊的时阵啊，也跟也患者聊天，然后谈一些生活的经验。所以讲，侯医师嘛，借由这聊天这些经验啊，写下足侪本的册，所以讲伊嘛是个作家啦吼。那然后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呢、就曾经提过哈，有一届伊咧看门诊的时阵，那一届患者的自我介绍，伊甲侯医师讲，伊是一个头家，好，啊，什么头家咧？舞厅的头家，然后咧，这个舞厅的头家，伊就甲侯医师自我介绍啊，伊讲要来这间舞厅上班的小姐啊。学历伊拢甲要求一定爱大学的女学生，所以当下这侯医师啊出惊讶，伊就讲：你是安怎做会当要求因到这遮悬的学历？然后啊，这个患者就甲伊安尼甲伊讲啦吼，讲伫伊要应征的时阵啦吼，伊会先看报纸，报纸顶面写讲伊要应征会计，是大学的女学生，然后1个月1万块。啊，所以当下咧，个做者大学女生来应征，因为咱知讲大学的女生啊都是很单纯的，然后她来这边当会计，最好嘛是讲就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资，所以讲这个大学生姐来舞厅上班做会给了，当然到1个月了啊，伊就伫咧算钱，结果伊发现讲，哪有一个另外一位小姐啊。看伊上班嘛，足简单呢。啊，那伊1个月2万块，但是伊做会给他1万块，所以伊就去甲迄个小姐请教。那这个小姐就来讲，足简单啊，我就是送茶送酒，安尼我就当加1万块啊。所以这个会计这个女大学生伊就想讲，那送茶送酒这种足轻松的工课嘛，所以。伊第2个月，伊就兼这个工课，然后再加上他的会计。那当然，再过1个月之后啊，这个会计啊，都发现讲，竟然有一个人工作也是很简单呢，结果1个月4万块。那由此啊，这个小姐哥哥较紧去问看这是要用什么方式。那互伊请教这个啊，就甲讲很简单，你只要坐台陪人客啉酒。你1个月得当4万块，当然这下这位大学生他内心就有所动嘛吼，伊就讲安尼这拢是足简单的代志，而且都没有违反到他的做人原则，所以伊就开始1个月看4万。那再隔1个月之后，他真的又发现了，竟然有人1个月赚10万块、10万块，所以这当下这个大学女生啊，心整个都已经在晃动了。所以就去甲伊咧请教，要安怎像你共款1个月赚10万块。那这个小姐就跟他说，最简单，只要有人客甲你要求，甲你出去旅行过暝，那你就飞去，然后甚至还有小费，买超过10万块，拢是非常的简单。那各位浅显，我们再思考一下，为一个最单纯的大学女生。他的想法完全就是说1个月1万块，只要加到够伊的生活费用。但是经过这个金钱啦，这个利益，使得伊一步一步踏入这罪恶的深渊。那由此可见啊，其实这嘛是甲咱提醒啊，咱修行的人，如果咱也无步步踏实，
时时去注意着咱的脚步的话，安尼有可能哦，伫修班这条路，咱会愈行愈远，愈行愈离开着咱的初发心。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济公老师也叮咛甲咱的鼓励啦吼。那师尊安尼来讲哦，道理呀，修得上惊就是讲白。那这讲白就是像度假后学呀，跟各位前学共同分享的，有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一直变他伊的行为为了利益，为了金钱而毁坏他原来的那个单纯的心。所以讲，济公老师安尼甲咱讲，伊甲咱爱知影积物能沉舟。那这所谓的积物啊，咱拢知影讲，一寡飞禽啊，包括鸟啊，还是遮个鸡啊，伊的羽毛拢是足轻的。但是只要这羽毛若积了济，会当输着这台船冰船棍。好，接着再来啊，济公老师就跟我们说，滴水能穿石。那当然咧，咱拢知影一滴水是非常非常的微小，但是这滴水呢，只要持续不断滴伫这个坚固的石头啊顶面，那久咧，这个石头一定是一个坑，这个所谓的滴水穿石。好，接着再来绳锯木头。那当然，咱济公老师就是咱打一个比喻啊。就那像一条最细条的绳啊，出油的绳啊共款，但是你只要把这个绳啊持续不断，安尼固伫这条木材顶面啊，总是有一天啊，这个木材会断去。好，接着再来这一句啊，就是以谢有溃体之患。咱各位浅显啊，拢知影讲高遐修是非常的细空吼，就像咱目前看到这个图案共款，但是高遐修。如果是做伫个堤防，咱大家拢知影，堤防就是有风、大风、大水，伊来侵蚀的时阵啊，对咱人民国家做一个保护的一个强韧的一个围墙。但是咧，如果这个堤防内底某一个所在咧，拄啊做一个高下修，那我们可想象得到哦，当风台一来。大雨大水一来时阵咧，咱的这个堤防就规拢崩落啊，像咱目前看到的图片一样。安尼话，咱人民的一寡交通啊、财产啊、一切，甚至咱的生命，会使拢会毁于一旦啊所以讲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由此可见，在修行这一条路啊咱当下。一定要非常去注意，尤其咱一个小可的毛病啊，咱一定要去谨慎。所以济公老师安讲哦，徒儿不要认为小小的习惯没关系敢若唔通认为讲这小习惯啦、小脾气尔，唔通认为家己的秉性有伫个改变，因为咱会安怎积孝心德。会障碍着咱修道，而且会当断掉咱修道的慧命。就像咱大拢知影啊，伫形油品内底咧，六祖坛经啊，到咱的五祖讲道传到六祖了后，那五祖嘛安尼甲六祖交代哦，伊甲讲以为经端，记录不传，欲传出一，名如hen兮。那其实五祖嘛是安尼甲讲，咱直接伊就前排啦伊就是讲，这领衫是以后一个前端，就传到阮六祖遮就好啊，毋通阁继续传落，因为继续甲这个衣钵传落啊，安尼会危害着生命。那当然，当天的因五祖啊，伊个送六祖到九江渡口。那当伊送到九江渡口，倒转来的时阵，伊就直接入去个神房，无去到大厅礼佛。那当下咧，伫个修行内底有一个师兄弟啊，大家就发现讲，最近啊，师父为虾米咱的五祖拢无来大殿礼佛？所以呢，就几个人相招，然后去觐见着五祖，那就甲五祖请示啦讲。和尚少病少烦恼，
意思就是甲伊清晰啦吼，讲五祖足少破病，嘛足少有烦恼的代志啦。那即时阵呢，五祖就直接甲遮门徒讲，病即无医法以难医。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无破病无艰苦啦，但是咧，伊的医法、伊的医法已经为难放弃啊。那当然当下去唱诗迄几个拢非常的紧张，才袂甲问讲，安尼是啥人得法？那五祖就讲，灵者得智。各位浅显，相信讲咱各位浅显啊，伫个行有品啊，一个看的时阵呢，就甲咱讲着红梅师有1000多个跟五祖一起修行，但是咧，就听到五祖讲，医法已经难传啦，而且是灵者得智。所以后来经文单安怎描述？就讲随后数百人欲夺衣钵。那各位浅显，我们都了解，跟着五祖修行的1000多个人啊，伫咧当咧修行嘛是教着一代的祖师做伙咧修，但是修一段时间了，如果无法度改进家己的心智，脾气毛病，那而且修久了，甲一般的世俗人嘛是拢共款。那么，即使咱个甲圣贤、甲菩萨做伙修行，嘛是达不到究竟啦吼。所以说，咱的师母就爱甲人讲哦，毋是心大天职的人叫做修行，嘛毋是厝的设佛堂叫修行，而且嘛毋是讲定定去佛堂叫修道，嘛毋是讲参加着研究班叫做修道。各位浅显，咱的思维就是安尼甲人自卑啦吼，唯有将自己的心性下功夫，去开始真正的修道。好，那接下来咱志工老师嘛安尼甲咱扪心自问啦吼，伊甲咱问讲：徒儿啊，你是老道亲，还是好道亲呢？那各位浅显，当下我们就自己来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扪心自问啦吼，因为毕竟我们在修行都有段时间了啦吼。那这个老师甲咱讲哦，道理啊，你敢有听过老修症候群吗？这是啥物病症？伫初期的时阵很懒散，就比如讲拄着课务是开班，就没有那个心思想要去参与。那慢慢的、渐渐会形成完全漠视，对着家己的缺点嘛袂去注意，到最后自己完全都没有在进步。那到这个病症若发作的时阵呢，变成安怎？伫佛堂拄着人，就是指指点点，嘴巴所讲的话咧，拢是人的是是非非，所以这叫做老修症候群。那师尊咱甲人讲哦，咱爱知影修道是一世人的代志，不管你的道龄，那所谓道龄，就是为咱进入道场开始修行，开始迄叫做道龄。不问天职，只问家己。我今仔日有修道无？所以各位浅显，咱的济公慈父啊，对咱会使讲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叮咛。那这个我们也要时时2、6时中去注意着家己的心智。